我是徐薇老师。有没有全家总动员来学客家话呢？今天要教你们打电话哦。哎，请问这里是徐薇的家吗？亚威黑起维给沃哈姆，亚威黑就是这里是 this is 的意思。亚威黑黑嘛该呢？亚威黑起维给就是徐薇的那个给就是什么什么的。亚威黑起维给沃哈就是他的家里吗？那个某就是妈。再来一次哦，一起念来。亚威黑起维给沃哈姆。对了，很好。亚威黑起维给沃哈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打错嘞，歹勢哦，你打唔錯嘞，歹勢哦。那個歹勢，哎，其實跟我們說河洛話的歹勢哦很像哦。你就是你，打唔錯，打唔錯。那个大就是拨电话的客家话，打唔错就是打错了哦，打唔错嘞，你打错了。哎呀，失礼，哎，徐薇的爸爸就常常讲，哎呦，失礼，失礼呀，失礼其实也就是很像拍谁啦的意思了。失礼，我打唔错嘞，我打唔错嘞，我打错了，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也就是没关系，不要紧的意思。哎，我们看今天的神秘嘉宾是谁哟？呀 ，V 咁興唔受魯喎下，歹勢哦，唔答唔出你，哦，是你，我答唔出咧，冇關係。如果你要打电话给徐薇的话，你要怎么说呢？呀 ，V 黑起 V 给我哈姆。对啦，拜拜。